咁多位老友記或者屋企有長輩有需要人士嘅朋友，今日呢段內容你真係要坐定定，聽清聽楚，最好就攞定支筆同埋一本簿記低佢，因為呢件事係直接關係到你每個月落袋嘅錢有幾多。我哋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，政府已經正式公布咗，由2024至2025年度開始，成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下面嘅多項津貼，包括大家最關心嘅長者生活津貼，俗稱生果金嘅高齡津貼、傷殘津貼，仲有綜援金，通通都會上調2.2%。你可能會話2.2%好似唔係好多啫，但係你要知呢啲係每個月嘅固定收入，積少成多。對於好多要靠呢啲錢過日子嘅老人家嚟講，呢幾十蚊、百幾蚊，分分鐘就係幾餐飯嘅錢。不過呢度有個好重要嘅細節，大家一定要知。雖然呢個加幅係由2024年2月1號開始計算，但係因為行政程序嘅問題，大家喺嚟緊呢1-2個月收到錢嘅時候，可能仲未見到個加幅。唔使驚，呢啲錢係後補嘅，政府之後會一次過補返晒俾你。今日我就會逐一幫大家拆解，到底加咗之後你實收幾多錢？點解要遲啲先有得攞？同埋最重要嘅一點，就係嚟緊預算案如果再提發放半糧或者雙糧，我哋可以點樣預先計到自己到時會多咗幾多錢？首先，我哋嚟睇下大家最關注嘅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長生津。喺新嘅調整之下，如果你係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嘅話，由原本嘅每月4060蚊，會增加到每月4150蚊。呢度加咗90蚊，雖然話多唔多，但係對於生活費嚟講，都算係一個小小嘅補貼。大家要記住呢個數4150。再嚟就係生果金，即係高齡津貼。原本係每月1570蚊，加咗2.2%之後，會變成1605蚊，加咗35蚊。雖然生果金通常都係當作一份心意，但係加咗總好過冇加。大家還記得以前生果金先得1000蚊左右，而家慢慢加到過咗1600蚊大關。至於傷殘津貼方面，普通傷殘津貼會由每月2070蚊加到2115蚊，加咗45蚊。而高額傷殘津貼就會由每月4140蚊增加到4230蚊，加咗90蚊。呢啲金額嘅調整係根據社會福利援助物價指數嘅變動嚟定嘅，目的係希望維持呢啲津貼嘅購買力，唔好俾通脹食晒。講到綜援，情況就稍微複雜啲，因為綜援係由好多唔同嘅補助金、津貼組成嘅。但係總體嚟講，標準金額部分都會統一上調2.2%。例如一個單身嘅健全長者，原本攞緊嘅標準金額係4060蚊，而家就會同長生津一樣，變咗4150蚊。如果你係有特別需要嘅家庭，加埋其他租金津貼、水費津貼等等，成個家庭加埋嘅金額就會再多啲。但係而家大家最疑惑嘅係，既然話2月1號就加，點解我2月去提款機攞錢嗰陣，仲係舊嗰個數呢？各位老友記，呢個就係我想重點講嘅後補發放問題。大家要明白，政府嘅庫房同埋社會福利署嘅電腦系統，要處理全香港幾十萬甚至過百萬領津貼人士嘅資料，係需要時間嘅。雖然法律上係由2月1號開始生效，但通常都要等到撥款條例草案通過咗，或者內部行政程序行完，先可以正式出數。所以通常喺2月甚至3月，你攞到嘅仲係舊數。但係唔使擔心，政府係絕對唔會走數嘅。當系統更新完畢，可能喺4月或者5月嘅時候，佢就會一次過將之前差你嗰幾個月嘅差額全部補發落你戶口。譬如長生津每個月加90蚊，如果佢遲咗3個月先出新數，到時佢就會一次過補返270蚊俾你。所以大家睇存摺嘅時候，如果見到有一嚿不明款項多咗出嚟，唔好以為係銀行入錯錢，嗰啲就係你應得嘅加幅差額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就要諗深一層。每年2月最重要嘅係咩？就係財政預算案。每逢預算案，大家最想聽嘅2個字就係派錢或者糧尾。
雖然今年嘅經濟環境大家都知一般般，但係政府通常都會喺社會福利方面做啲嘢。最常見嘅就係發放多半個月嘅津貼，我哋俗稱半糧，或者好彩嘅話會有雙糧。點解今日講呢個2.2%嘅加幅咁重要？因為呢個加幅會直接推高咗你半糧嘅基數。我哋嚟計下數，如果按照舊嘅長生津4060蚊嚟計，半糧就係2030蚊。但係而家加到4150蚊，如果預算案真係宣布出半糧，你到時攞到嘅就係2075蚊，呢度又多咗40幾蚊。如果你係領取高額傷殘津貼嘅，半糧就會由2070蚊升到2115蚊。呢種複式嘅增加，對於基層市民嚟講係好重要嘅資訊。你可以預先估計到，如果政府真係咁疏爽出半糧，你戶口到時會多咗幾多錢？雖然預算案仲未正式公布細節，但係根據過往咁多年嘅慣例，就算政府財政赤字幾嚴重，對於長者同弱勢社群嘅呢份半糧通常都唔會輕易減。所以呢個2.2%嘅基本加幅，其實係為你之後可能攞到嘅大數打咗個底。我想再同大家分享下，點解我哋要咁關注呢啲數字。喺香港生活，物價真係好貴。你去街市買斤菜，以前10蚊8蚊，而家閒閒地都15、6蚊。政府呢個2.2%嘅調整，其實係追住社會福利援助物價指數嚟行。呢個指數唔同平時嘅消費物價指數 CPI， 佢係專門針對領取津貼人士嘅消費習慣，例如糧油雜貨、醫療用品等等。所以呢個加幅其實反映咗過去一年呢啲必需品貴咗幾多。有好多老友記同我講，話加得嗰幾十蚊，買2斤菜都冇咗啦。我明白呢種感受，面對通脹，呢啲加幅真係好似杯水車薪。但係喺制度上面，呢個調整係必須要做嘅。而且大家要留意，除咗呢啲現金津貼之外，大家仲要留意埋其他配套，例如醫療券有冇變動，或者長者乘車優惠等等，呢啲加埋先係成個生活保障袋。喺呢度我想特別提醒一啲新申領嘅朋友，如果你係啱啱踏入65歲，準備申請長生津，或者幫屋企人申領傷殘津貼，你一定要記住呢啲新嘅金額數目。喺填表或者諮詢社工嘅時候，要清楚知道自己嘅權益。特別係依家長生津已經高低合併咗，資產限額亦都有所調整。如果你係因為資產稍微超標而以前申請唔到嘅，依家都可以趁住呢個年度調整，再重新檢視下自己係咪符合資格。另外，關於後補發放嘅時間表，根據以往經驗，通常喺3月下旬到4月頭，社會福利署就會出信俾各位受惠人，詳細列明你嘅津貼金額變動。如果你到咗5月都仲未見到補發嘅差額，或者你發現入賬嘅金額唔對路，千祈唔好自己估下，一定要去所屬嘅社會福利署分區辦事處問清楚。佢哋有個部門專門處理津貼發放，只要報上你嘅個案編號，佢哋就會幫你查得一清二楚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關於綜援受助人嘅租金津貼。大家都知香港租金貴，綜援下面嘅租金津貼亦都有一個最高限額。今次調整雖然主要係講標準金額，但租金津貼嘅限額通常都會喺預算案或者相關政策檢討中一併處理。如果你係住喺私樓嘅綜援戶，記得留意住租金津貼有冇同步上調，因為好多時租金升幅遠超2.2%。如果津貼封頂位唔升，你就要從自己嘅生活費入面補貼租金，咁樣生活就會變得好艱難。講返轉頭，點解我要叫大家廣傳呢個消息呢？因為我發現好多老人家，佢哋未必會日日睇新聞，或者睇咗新聞都未必明啲數字係點計。佢哋只係見到戶口多咗錢，或者少咗錢，就會好擔心。有啲老人家見到2月個數無加，就以為政府取消咗津貼，嚇到幾晚瞓唔着。如果你身邊有長輩或者鄰居係獨居長者，請你話俾佢哋聽，加咗錢啦，只係政府做嘢慢，遲啲會補返俾你。呢一句話可能就係對佢哋最大嘅安慰。
我哋再嚟總結一下今日講嘅重點金額，等大家有個清晰嘅概念。長者生活津貼長生津由4060蚊加到4150蚊，高齡津貼生果金由1570蚊加到1605蚊，普通傷殘津貼由2070蚊加到2115蚊，高額傷殘津貼由4140蚊加到4230蚊。如果你係拎緊綜援，就記住你自己嗰個組別嘅標準金額，大約都係加2.2%。記住係2月1號開始計，但係錢會喺遲啲先補發。最後，我亦都想同政府講一聲，雖然2.2%係按機制調整，但係喺目前呢個高物價嘅環境下，基層市民嘅生活壓力真係好大。希望嚟緊嘅財政預算案，財爺可以考慮得更周全，除咗呢個例行嘅調整之外，可以俾多啲支援予長者同基層家庭，例如電費補貼、差餉寬減，或者再出多一次糧，等大家可以過個安穩啲嘅年度。各位朋友，今日嘅資訊就分享到呢度。雖然我哋冇辦法控制通脹，但係我哋可以主動了解自己嘅權益。如果你覺得呢段資訊幫到你，或者對你屋企人有用，記得要將呢啲數目話俾佢哋聽。特別係嗰個後補發放嘅安排，一定要講清楚，費事老人家擔心。其實呢類政策嘅變動，往往隱含咗好多細節。譬如話，如果你係領取長生津嘅長者，而你同時又有喺內地居住，領取緊廣東計劃或者福建計劃，呢個加幅係同樣適用嘅。政府同樣會喺你嘅銀行戶口入面，按比例補發返啲差額俾你。所以，無論你身處香港，定係返咗內地養老，只要你係符合資格嘅受惠人，呢份福利你係一定有份嘅。仲有啊，有啲老友記會問，如果我喺呢段時間轉咗津貼類別，譬如由普通傷殘轉咗領取長生津，個數點計呢？呢種情況，社會福利署會按天數嚟幫你計算差額。總之，2月1號打後你領取緊邊一種津貼，嗰種津貼嘅加幅就會由嗰一日開始計落你度。大家要對自己嘅存摺上心啲。由3月開始，每次去冚錢或者打補都要留意下。如果你發現金額變咗，但係唔知係咪啱，你可以對返我頭先講嗰幾個數：4150、1605、2115、4230。呢幾個數就係你未來一年嘅好朋友。我一直都覺得資訊就是力量，尤其是對於依賴政府津貼生活嘅朋友，清楚知道每一分一毫嘅去向，係俾自己一份安全感。希望今日呢篇詳盡嘅分析可以幫到大家消除疑慮，開開心心咁迎接呢份少少嘅加薪。政府嘅政策雖然有時好複雜，但係只要我哋肯花時間去了解，就唔會被啲數字搞到頭都大埋。如果你喺領取津貼嘅過程入面遇到咩特別情況，或者有啲關於預算案嘅最新消息想知，我會繼續為大家跟進。最緊要係大家保重身體，有咗健康嘅體魄，呢啲津貼先可以發揮最大嘅作用，等大家過個舒舒服服嘅晚年。記得啊，呢個2.2%嘅加幅係你應得嘅權益。如果嚟緊預算案真係宣布咗有半糧或者額外津貼，我會第一時間再同大家計過數，睇下到時大家實收幾多。大家要密切留意住最新嘅公佈，唔好錯失任何一份屬於自己嘅福利。我哋香港人最講究互相照應，如果你睇完呢段內容，諗起某個街坊或者親戚可能唔知呢件事，唔好慳嗰幾分鐘，打個電話或者喺飲茶嘅時候話俾佢聽。特別係關於2月份錢未到手唔使驚嗰部分，真係要講多幾次，因為老人家最怕就係變，只要佢哋知道係後補，心入面就會踏實好多。再次提醒大家，記住呢幾個關鍵字：2.2%加幅，2月1號生效，然後補發，預算案半糧預期。呢幾樣嘢就係你今年上半年財務計劃嘅核心。希望每一位老友記都能夠攞足攞齊政府嘅津貼，生活無憂。我想知道你對今次2.2%嘅加幅有咩睇法，或者你覺得政府仲有邊方面可以做得更好？
歡迎你同身邊嘅朋友多啲討論，甚至去反映你嘅意見。我哋一齊關注，一齊發聲，生活先會變得更加好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雖然呢幾千蚊睇落唔係咩大數目，但係對於建立一個和諧、穩定嘅社會嚟講，呢啲針對長者同傷殘人士嘅基本保障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政府每年嘅調整雖然唔係完美，但係呢個機制至少確保咗大家唔會完全被社會遺忘。我哋要識得運用呢啲資源，改善自己嘅生活。